诚久无用台语来讲日记，有可能是讲即马暗时嘛较侪读册会活动，就是讲若进伫即个科仔久来，就知影讲有啥物资源，有啥物活动，有啥物读册会，就是不知不觉就是会找着较侪台语伴，抑是讲会当讲台语的所在。较早前有可能爱去即个线顶的家教贵松松啊去，搁互人去甲互人去着搁收甲足贵的价数，就较袂去找即种资源，就真正会去找台语的科仔。当然，台语的科仔内底嘛是有规矩较济有可能就是大家拢有家己的姓地，就遵守就互即个莫做即个头人即个群组头人的互伊看讲这人做劣做劣莫安尼互伊感觉我拢伫甲伊做对做劣安尼就会使就是嘛袂讲想要互人认同互人学老即马就知影讲这就是一个参与大家就是共一个时间讲台语毋免去想讲我要伫即个科仔内底去做一个要紧的成员嘛毋免安尼毋是讲来遮去找朋友，超找即个认同拢毋免安尼，就较平常心毋过就是讲，虽然有互即个同事，以早的旧同事有学落讲，我台语袂歹对因来讲，因就足久就无伫讲，伫外口嘛无伫讲台语加就是伫厝有应一两句叫伊讲甲厝内若毋是厝内的人伊嘛讲袂出喙台语嘛讲袂出喙。有互人学落，就嘛受着影响，就欢喜。毋过最近去买物件，买早顿，食早起即个头家娘就是伊的反应，就是讲这人台语足怪出两个声音，伊就知影讲这不对啊伊就大惊小怪就紧去问讲你台语哪会？你是当地学？伊可能惊吓，无听过因为可能讲会用台语来甲伊对谈的人，台语拢是自来就伫讲的拢足顺的。一寡人若台语无介好势，嘛袂讲，就用华语讲像讲我即种当地人搁食使用这是较少数因为会替人嫌一般人拢不爱讲去互外口的人嘛无时无使安怎要互你安尼嫌笑嫌骗大家拢是想讲甲人徛起爱毋免讲替人占领就讲我若讲袂顺人就甲伊先去占领会使甲你支拄拄毋过我就变做讲，就是心内真委屈因为这嘛是我家己的价值观就是讲讲甲这人讲台语讲真好，这人讲甲有华语的腔口真久无讲也是讲毋是自来就伫讲我嘛是会去甲人分去甲人分做两边拍分数。亲像讲广播电台我嘛是讲这毋是讲
台语播音员做甲20-30年，我就会嫌讲这听起来即个腔口就是有人讲较袂歹，毋过伊的文法就是较欢喜气，嘛较少年款，可能我就会嫌，我就想讲，侪少拢是听一寡台语字来用讲法，变做讲，这就是家己的价值观拢无变就一直会着伤。亲像讲，我若写册写小说，我就想讲，这价值观有价值的代志，就是真侪人看，足侪人应足侪人应发声讲好话变做这价值观就囥伫头壳内底。毋过家己做的代志，阁是少数比少数阁较少数毋是迄种互人看起来就有这种需求创造即个娱乐娱乐的需求拢无即个条件，毋过阁想要做做阁用即种价值观来互家己感觉真艰苦。其实我有做一寡，我有进步，就是文化语法较莫华语化嘛有人讲安尼无好安尼嘛是足侪讲法。毋过我就讲，我做会到，我就去坚持。毋过幽怨的想讲，奇怪，即个讲话口语是遐困难是爱到安怎的程度，较袂讲互人嫌因为我心肝头幽怨的要义即个物件要义讲爱讲甲足顺的台语无受着污染，无即种华语腔口真好听。就是若我头壳内底犹原有底即款价值观，我就会继续感觉真艰苦会着伤，会痛苦。毋过咧，阁毋知影讲安怎去消透。就若亲像讲，今仔日我若写小说我嘛毋茫讲有人会晓伊，有人看着会欢喜，会讲这是伊想要爱的。犹原若讲着做一个孤单的创作者甲孤单当做这无啥这百边是讲内心有真一个价值观搁较强安尼较有法度。毋过我还袂找着讲一个真有价值，毋过别人看袂出来。我知影伊足重要，真有价值是超过讲你台语讲甲真好，你的认真考甲安怎？大家拢会晓这具体物件，啊无就是大家去强调，侪人拢强调共一款物件，会受到影响。亲像讲，若食头路就爱替人牵绳，做一个顶死下死会当管理对咱来讲，管理有即个权变做是真正是互人要伊的一项物件变做讲找无一个家己感觉讲食头路，毋免安尼毋免安尼即个
成就，会当找着家己度家己要伊诶。即款训练咱就拢无，咱拢是穿衫裤，就是穿互别人看。较会去穿有名诶牌子，逐个看有，就变做讲，逐个拢会用一个标准，嘛去看家己，即个标准实在是，变做是互人痛苦，毋过咱人阁无法度离袂开。若学台语又原是安尼，有一个标准。咧学台文你诶口语，你诶口说，你安怎阁安怎，拢是标准。若创作又原是标准，标准就是爱诚济人有趣味，诚济人会晓伊，会起因，会声足济人来看。这就是成功，较有价值。我嘛知影讲，我诶头壳内底拢是缀诚济别人诶标准。毋过叫家己去敲揣家己诶标准，阁会想讲，这着甲别人，别人着感觉无算啥，这无算啥。你讲勇气我真正是有即个决心，有即个勇气，去甲台语捡转来，去甲伊好好学。毋过家己又阁会想讲，即种无形诶，抽象诶，什物勇气即个即种经验介心无啥，这著是大家头壳内底拢充满着爱有一寡成就，会当换做数字，也无是换做大家心内学乐，亲像讲，这人口语诚敖，大家就会心内学乐，讲哇，这人讲遮尔顺，会新鲜，这就变做讲，这价值观做一致诶，大家拢共款，共一个模样。我嘛受着影响，影响甲足严重诶。爱安怎较会当讲，做家己，甲家己心内去对话对谈，毋是讲用外来外口诶标准，去逼家己，讲你哪会做袂到？别人拢安怎？别人了偌济时间，6个月，咱讲甲比我安尼了毋知有重话，哪会较好？就是会比较，而且即个时间实在是互人变做讲替洗脑去。时间若了愈少，就是家己愈有才调。这就变做讲，时间这物件本来就是虚的，是假的。毋过变做人人类家己摕去，互家己诚艰苦。这就是一切拢是爱有数字，一切爱有一个这叫修行，爱有一个就是爱这个回报，这个就是咱拢做惯势这其实日常生活就是洗脑洗甲安尼，家己拢无感觉讲
安尼敢对，安尼敢袂怪怪，就亲像讲，大家用异性恋来去思考，用华文中国话做即个主要的上就是理所当然的语言伫遐沟通就是讲诚济代志毋是讲做合理，毋过因为大家拢安尼想，变做讲你若对别人共款的想法较会感觉讲安尼较对。若讲家己的想法甲别人无共嘛会感觉讲是毋是我想袂捌嘛会烦恼济。其实这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就是讲，这个过程就是爱就是家己为安怎无信心我嘛讲为安怎甲冤翁会冤家，为着讲台语华语即个写册有人看别人写册诚济人爱看我写册就是较叮当，毋是大家想要爱的我想要创作的物件会望讲是会当有成就大家要伊是会当大家会去看若讲做啥物代志，大家无要无紧减一个嘛无要紧可能心内真正会着伤，毋过家己搁去紧即种无啥物人伫摒势的代志去认真这就是一种考验，就是毋是讲做就好，是心理的想法爱去调整安尼这是规套的，毋若是学技巧、学知识，嘛爱学一个哲学，爱学一个看待家己的方式，看待标准，搁有家己想要啥，有可能即个物件家己无需要，毋过会想讲，大家拢伫抢，哪有可能我是无要紧、无需求就会提香对拜，对别人去拜拜所以讲，这个学问诚深会当做的代志有毋过家己的即个艰苦，即个障碍拢是家己互家己的，即个限制嘛是家己限制家己即种感觉不如意犹原是家己对家己感觉无满意，较会有不如意。若讲家己对家己足满意，大我阁满意，就袂讲有啥物不如意即不如意就会较无遐济就是一切拢是家己对家己的看法去造成的，就是家己的信心无够，会替别人拖咧行别人讲一两句家己就安尼怨叹无找着家己的即个好康的，家己无法度互家己一个信心拢爱我靠别人今仔有人来甲我牵绳，有甲我加画吉这就较算啥
啊，其他拢无算啥，就是即种想法是家己互家己上大诶阻碍。理论拢知，毋过吼，就是变做讲，幼儿就是无法度修甲遐好势，拢搁会转去原来位置，去重复原来诶想法，原来想去幼儿是想去，幼儿无看互开，即个智慧有可能无对甲到，这嘛是有可能。毋过即马要安怎？要安怎？就是讲，大概爱看互清楚。问题毋是讲我口语口说台语无够好势。问题毋是伫伊遮，就算今仔日我去认真学一冬学了我较开喙，这代志犹原搁伫诶。为安怎？我对家己诶想法无改变，因为即个身躯边诶人因诶标准是会变化。若讲一个人台语着学甲诚老安尼犹原搁有讲，有一个团体有做一个团体，有互人尊重，互人信任，犹原共款的问题会来搁会来。若家己对家己的看法拢无变化，拢无进步，安尼就是共款的问题拢无去解决，就是基础诚厉害。去学即个基础，毋过即个思想、即个体学无共款做一个提升，着记诚侪物件记条条。毋过家己的反应就是幼稚着若亲像讲我去买物件，用台语来开喙是台语，有诶人伊就是无收，伊就是即个反应着足直接咧，讲这人怎会甲别人无共款？当然无歹意毋过就是伤浅。我嘛犹原共款我若讲去学一寡基础，即个写册基础，无就是讲去学一寡工课上爱使用诶足厉害诶技术无就是台语去练讲即个台语诶声调对底讲，逐工咧照练有可能会进步。毋过犹原问题无解决。今仔日这有可能去买物件，无人甲我问无人有即个奇怪诶表情，惊吓惊着诶即个面相拢无。犹原有别种问题会来别人会想讲甲你枵伊讲你诶看法毋对，你无中啥物，犹原有诚济爱去竞争是教育部派诶汉文派诶、河洛派搁有开放派诶、华语台文派犹原有即种这拢会去竞争，拢会去讲别人讲别人安尼毋对。问题会一直来，所以讲，我爱看互清楚，互清楚，就是即摆我拄着诶问题我若想讲看到问题足浅诶，就是看到即个头痛紧甲头痛甲伊治疗好哩。若巴肚痛去食巴肚痛诶药落痧诶药这就是足浅诶。我无看到讲
为安怎会身体无爽快，有可能是家己对家己的看法，家己对家己就袂爽快啊，家己的信心就无啊，家己就无看到家己的价值，安尼就算是做到伊的嘛是医袂了，因为看到代志，无去看到全面，而且较深，知影讲有一寡代志是家己伫甲家己拖磨。我会使毋免安尼想，为安怎爱安尼想，就是我无主张，我无看到家己无共款的价值。我看到的价值犹原是，别人想象的，别人去创造的，别人去解说的价值。我着对因即个价值去做一个，正做一个因开出来的条件，开出来的标准。这就若亲像讲，阮姊夫伊少年的时阵，就会去看讲，即个找工课的小界网站，因会做者资讯，有啥物爱找安怎的人，薪水、月给偌济，这就是一个标准，囥伫遐，伊就去收即个资讯，伊就真做安尼的人，真做讲未来就是会有遐高层，甲咱的砍层拢无共，做真上桥的即个砍层，伊就真做安尼的人，伊就是甲即个标准，即个社会大众的标准拢摸啊清清楚楚分析，甲即个用心，伫即个所在真用心，伊就真做一个即社会欠啥物，欠倒一款人愿意用较悬的月给，愿意投资安尼的人，伊就真做伊做会到的人，而且是家己拢是打造符合即个标准，伊袂做一个无标准的人，找工课找甲艰苦济寡，有可能伊有一工想有就知影讲即个撇步。毋过我想我毋是爱做即项代，我毋是要去看透透即个社会标准，即个理路社会标准的理路，甲伊看透透，摸好清，做一个伫即个社会徛起，袂输人。我想我毋是要做安尼的人，我是要真做一个，我会当随看到价值伫倒位，亲像讲，台语无啥物人缀讲拢顶一言呢，这少年仔就会晓讲的无偌济，这就无价值，为安怎？我甲价值囥做讲，足侪人使用，你可能会去学即个物件会有好康的，像讲即个程序的语言，去学即个名单读排列是真头前的，家学会晓，有可能就有一个价值，这就是在来的想法，我即马爱做无共款的思想的改变，也无你讲客观的，就是能力啦，这其实拢固定的，会当改变的，就是思想，我会当
真紧就看到这个人的价值伫倒位，甲别人无共。有可能大家袂承认啊，毋过我看会到，当然嘛看会到家己的价值，这就是真要紧。希望家己会当做会到，就是安尼。